好啦，我今日咧就拍屯馬線全線，因為屯馬線全部拍晒㗎啦。我哋遲啲咧將會拍東涌線，東涌線因為整好晒啦，今日係啦。我哋而家去烏溪沙，今日全線運作先。下一站兆康 ，next station 兆康站。下一站天水圍，乘客可以轉乘輕鐵。下一站洪水橋站啊，講錯咗，呢個唔用嘅 ，VIP 車先可以用啊。下一站天水圍 ，next station 天水圍。好，我哋已經過咗四個站啦，係啦，即係12個車站入邊有4個，即係仲有8個車站。去朗屏剩翻7個。下一站朗屏，下一站朗屏 ，next station 朗屏。睇下先，遲啲播。最多居民嘅元朗站。下一站元朗，乘客可以轉乘輕鐵。Next station 元朗 ，NHA 一條例名。好，元朗站啦，我哋就剩翻6個站，一半啦已經。下一站錦上路，下一站錦上路 ，Next station 錦上路。我出世度啊！睇先，我喺錦上路落車咧，就係因為咧就係坐車。係喎，傻咗啊！我真係傻咗。我開車。下一站南昌，乘客可以轉乘東涌線。Next stop 南昌 ，Interchange station 去東涌南。下一站大圍，乘客可以轉乘東鐵線往九龍塘。Next station 大圍 ，Interchange station 就以上來條橋亂塘。下一站車公廟，下一站車公廟 ，Next station 車公 temple。下一站大水坑，下一站大水坑 ，Next station 大水坑。下一站烏溪沙，乘客可以轉乘。下一站烏溪沙，Next station 烏溪沙。烏溪沙，這是屯馬線嘅總站，多謝乘搭港鐵。烏溪沙，這是屯馬線嘅終點站，烏溪沙 at 我的屯馬來，多謝乘搭港鐵。謝謝乘搭港鐵 ，Thank you for travelling from here。好，屯馬線全線拍完啦，我哋遲啲咧會拍東鐵線噶啦，唔係東涌線啊，同埋東鐵線講錯咗。好啦，我哋拍到咁多，下次見，拜拜。